们现在到底是法性是怎么样？如果地方坚持他们的标准要零检出的话，我们的食安法要怎么样去规范这个部分呢？如果我们讲说依法上面哈，再来是全国统一的事项，好，那还是要根据中央的法规来定定。好，那不过这我们还是要先沟通，好，这样才是一个中央跟地方合作的方式。因为地方现在还是在讲说，因为美猪开放之后，检验人力一定会大幅增加，还有这个部分在前面有讲到一定会帮忙，但是不会提供一些比较实质的建议给他们。没有，我就像我们这个相对的具体的查核的计划，要把它具体化之后，我们再来核算可能需要增加的人力，或是查验相关的这些可能需要的费用。好，那我们会跟行政院这边来争取这相关的费用。尽可能全部满足他们的要求吗？当然，以增加来，那政府本来在这样的一个分担上面就有一定的情况、一定的项目，就一定的分摊的比例。好，那当然这种比较紧急情况，我们当然会从宽的来处理这相关的事情。部长，就是有关于那个地方的自治条例的部分啊，我们现在到底是法性是怎么样？如果地方坚持他们的标准要零检出的话，我们的食安法要怎么样去规范这个部分呢？如果我们讲说依法上面哈，再来是全国统一的事项，好，那还是要根据中央的法规来定定。好，那不过这我们还是要先沟通，好，这样才是一个中央跟地方合作的方式。因为指挥中心说还有进的有一家口罩厂还进的超过1倍的，比去年多了1倍的这个录制口罩，什么时候会公布？然后大概是哪一家？大概进了多少量？现在已经进到检调来调查哈。前2天就跟大家报告说，我们也是有怀疑的，这样从那个资料来看，好，所以也请检调一起来做调查。那大概我想大概最快我想也要两周吧，但我们尽快。立委就提议说要官员带头吃美猪3个月，您怎么看？那也是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也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也没有说我要带头吃，我是不得已的啦，就不得已要吃了哈。好，大概这里面我们大概列了哈，大概从 Codex 美加澳日韩纽这样的一个标准在。那基本上我们是根据 Codex 这样的一个标准去做相关的一个验算。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定是猪肉的肉的部分我们的是0.01，那肝是0.04，肾是0.04，那脂肪跟其他可供食用的部位都是0.01。那简单的说就是肝肾0.04，那其他可以食用的部位都是0.01。我也没有说我要带头吃，我是不得已的啦，就不得已要吃了因为第一个我们的这种吃东西2个，一个就是安全嘛，那另外就是要好吃嘛，对不对所以大家竞争上面国家订立的一个标准，那让大家可以安全，那争下来就是竞争嘛，就是好吃不好吃，是计小的问题有很多。那我想相对的单位里面，他们有他们的一个考虑，那当然是他们的一个选择嘛，我们也不能强迫他一定要去买那，对，第一把嘛，就待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基本现在已经规划的，现在已经规划的，让大家先看看但第一个我们在说，比如说大家有时候关心的像猪肉干这样的一个包装的食品那么规划上面就是猪肉内容物是猪肉，然后后面要刮胡标示说哪一国那是哪一国你西班牙猪啦，或是日本猪啦，或台湾猪啦，美国猪啦，那就要把它写上去这第一个。那这一些刚才第一个说有直接在那边包直接标，那或者在下面再增加标示也可以，反正你就要让大家看得懂看得到。那直接供应的饮食的场所
好，那直接在它的店里面就直接标示它使用哪一国的相关的这些这些肉食品、猪肉。然后第二，散装的食品上面我们也就会插牌这样来做表示。超标，你指的是超标的时候对，超标来我们所长讲。如果是有超过我们的限量的，超过我们MRL的，就是6万到200万，是，6万到2亿，对不起，6万到2亿，是。